大家好，我係兒科專科張傑醫生。身體所有嘢，包括身高都係遺傳嘅。不過咧，對於身高而言咧，遺傳咧大概個影響力咧大概7至8成左右啦。佢哋咧決定咗嗰個人本身嗰個最終嗰個目標嗰個高度。咁但係後天嘅因素，例如一啲即係我哋話營養啊、瞓覺啊、做運動呢啲咧，都可以影響跟住落嚟嗰20-30% 嘅。睡眠不足咧係真係會影響個身高，原因係咧我哋身高好多時候我哋靠一個生長激素去刺激個身體，而生長激素咧往往就喺夜晚咧11點至凌晨3點左右，呢啲我哋叫做開始叫深度睡眠嘅階段分泌。人哋研究顯示咧可以真係嚴重起上嚟可以相差即係8至10個厘米㗎，所以都好緊要㗎。其實所謂增高針咧係一啲我哋叫重組嘅生長激素，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打嘅。香港咧醫院有得打啦，私家嘅一啲即係專科醫生咧即係都會有得打嘅。最重要就係呢啲生長激素咧係唔係隨便人用咧？佢係用緊一啲我哋真正發覺係即係生長激素缺乏而引起一啲即係身高嘅問題啦，或者其他疾病我哋先至用嘅。咁所以用之前咧，我哋一定有醫生會做咗檢查先啦，同埋亦都要喺一個合理嘅時間做骨骼嗰個即係生長板閉合之前用，如果之後用就冇用㗎啦。